唔得，喂，得啦。好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 Angelina。咁咧，我就決定開一個 YouTube，係因為得到新宇大哥嘅鼓勵，就想將我嘅糖尿病30年糖尿病嘅經歷同埋我一啲併發症發生喺我身上咧，就想分享俾一啲糖友。咁就其實係咁嘅，喺1年前其實我已經有一啲併發症出現啦，咁就喺個眼睛度啦。咁跟住咧喺今年嘅2月份啦，年初3突然之間咧，我隻腳咧瞓醒之後咧就有併發症出現啦，紅嘅點啦、黑嘅底啦、啲皮膚黑色，咁同埋潰爛，就當其時真係唔知點算，好緊張，亦都好無助。咁啊冇辦法啦，咁我就不停去揾啲朋友，即係有冇一啲咁嘅人有嘅經歷啦，分享下點樣去處理啦。咁亦都有朋友話：哎呀，睇西醫可能有機會要截肢啦，咁好擔心。咁後來咧，我就揾到Sunny幫我，咁啊Sunny就話：好啊，我有個保健品應該可以幫到手嘅。咁我就好快脆服用咗個保健品，都係幫到手嘅。咁啊食咗大概有7個月，咁啊7個月嘅改善咧就係好咗好多嘅，但係都未完全可以好晒，因為隻腳上面仲有停留咗啲黑點啊。咁呢啲黑點咧，我好擔心啦，將來亦都會有機會爆發。咁如果有機會爆發，可能真係未必咁好彩，可以好似今次救得返。咁我就再不停揾一啲中草嘅保健品，咁亦都配合西藥嘅，我有食西藥嘅，咁就係啦。咁啊呢段時間就係揾到一個保健品，亦都我覺得好滿意嘅。咁點解會滿意咧？首先我啲波幅咧有改善，即係唔會話忽得好大啦，上上落落啦咁樣。咁啊跟住咧，其實最大嘅改善咧就係我發覺咧，我晚上瞓覺嗰段時間咧，我入邊咧係一個好穩定嘅平穩嘅血糖值。咁我以前咧空腹血糖都唔會落得好靚嘅，咁一般啊都徘徊喺80-90啊咁樣，都持續咗好長嘅時間。咁就算食咗嗰個保健品啦，差唔多有7個月啦，咁我都改善唔到呢一個咯。咁咧直至我最近咧揾到一個保健品咧係中草藥嚟嘅，咁咧都幾好快嘅嚇，好快咁樣幫到我咧，就喺夜晚瞓覺嘅期間咧，曾經有試過低到4點幾啊、5啊，咁我而家嘅空腹血糖咧就大概徘徊喺6至7，咁啊好短嘅時間㗎咋。咁啊我最近亦都喺醫院咧有做過A1C 嘅，咁11月3號咧就做咗一個咧係7.8啊，仁濟醫院出咗個報告係7.8嘅。咁咧跟住咧我就服用咗呢個中草之後咧，大概係15天嘅咋。咁我自己好奇嘅走去做一個 A1C， 係因為咧我要睇下究竟我自己係咪真係好受一個中草嘅藥，亦都係可以改善，因為睇到空腹真係好靚。咁啊結果就化驗出嚟咧係低咗0.4，好開心，好雀躍。咁所以咧我就繼續就想即係我用我嘅心啦，就想分享俾一啲有併發症嘅朋友。如果你碰到呢啲事情咧，碰到糖尿病併發症，真係唔好驚，有辦法嘅，有辦法去處理嘅。OK 糖尿病咧最緊要日常血糖咧係平穩，就唔好長時間偏高，特別喺夜晚瞓覺嗰段時間咧，就係盡量去改善到唔好咁高，咁個空腹咁啊靚啦。咁呢個係一個好正常嘅推理，亦都係身體嗰個反應。咁咧就特別糖尿病併發症咧，理論上咧就好難搞，唔敢講冇得醫，係好難搞，好難處理。特別糖尿腳咧，大家上而家 AI 係好容易攞到嘅資訊嘅，大家上去 AI 睇糖尿併發症有冇得搞，係點樣搞？咁其實咧最緊要個根源，你個根源改善到咧，你就有得搞；你個根源改善唔到咧，就冇得搞。咁市面上都好多唔同嘅相關產品咧，都係改善到，其實係。亦都可能係改善到嘅，各施各法，亦都可能每一個人嘅身體咧適應唔同嘅產品咧，亦都改善到嘅。咁陳小姐咧 Angelina 咧就佢
就 so far 咧，即係由2月份開始大爆發，到而家其實持續性改善嘅。咁未來咧喺佢嗰個專業，喺佢嗰個過去2年嗰個抽血嗰個報告、個體檢個報告嗰個變化會顯示晒出嚟，同埋佢過去併發症喺皮膚上高咧，亦都會顯示翻出嚟，即係俾大家分享個過程點樣去改善。咁所以你未來咧嗱，今次係第一段片會陸續會分享嘅，同埋我哋嗰個有個網站咧，同埋嚟講有個 Facebook 咧，係不停咁去 update， 特別係每一日嗰個空腹同埋嗰一晚嗰一段時間嗰個血糖係幾多，咁就睇到每一日嗰個情況。咁咧而家再簡單講，佢用一個比較好嘅血糖儀，呢個血糖儀咧非常之精準同埋好穩定。咁啊，未來我哋會陸續會分享每一個部分，等糖尿病人知道每一日點樣去改善自己一個身體嘅狀態。我諗呢段片就差唔多，跟住我哋會陸續會再拍其他片俾大家分享。好啦，OK。